台北捷运是连续2天发生有物件卡伫车门的意外，后这列车呢，这门是无通正常关起来。其中一班车敢若会当当场登去检修，了后检查才知影讲原来是一张车票，也佫有酒精的干仔落伫个门旁。这捷运公司是来提醒民众咧，坐车的时阵一定要注意个人的物品，也要避免挖进车门。过车门一卡夹出来车票拢是路的混杂，就是板南线一营运当中的列车出现，这车门无法度关情形，经过维修人员检查，确定有物件卡掉咧，不过无法度马上提出，安排列车回厂检查，未到机场检修，才发现车门一卡卡这张车票。我们曾经有东西掉到缝里面，因为有这样的经验，所以跨过那个缝就会注意，就是把它抓好，包包抓好。连续2日台北捷运拢发生物件卡门的事件。13板南线府中站往阿东门去方向的一个列车，也出现一个门无法度关，原来是车门甲车体之间空旁有一个喷酒精的管仔，车门无法度关起来。14个发生车票卡伫车门底，提出来了后，拢恢复正常。卡门异物多是随身物品或背包吊饰。进入车厢后，尽量往内部移动，将后背包改为手提，请勿倚靠车门，并与车门保持适当的距离。各界指出，车门无法度关，电联车竟是因为继续发出声音提醒，列车是因为安全设计停止出发。统计为114年开始，列车门无正常检修，结果超过7成拢是原来物件卡掉咧。亲像雨伞，也有电镀饰品，牌包顶悬吊的物件，甚至有大型珍珠棒。呼吁旅客进入车厢了后，应将牌包改做手竿，唔通挖车门，避免因为卡门耽误行程甲损失物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